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当欢喜快乐，感谢天父上帝带领我们来到施恩宝座前，同心敬拜。让我们以祷告的心关心圣工。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来关心本周事工。今天中午12点半，圣诞爱餐于中山海霸王举行。欲搭车前往的兄姐，请于中午12点钟至士林国小侧门搭车。桌次表请至广场布告栏确认。今年圣诞活动的预算为33万元，请兄姐持续代祷与奉献。12月24晚上8点于礼拜堂举行平安夜颂赞。31号晚上8点在礼拜堂举行年终祷告会，欢迎参加。当周祷告会提前至同一天举行。1月5号第二堂礼拜中举行新任长职会长就任式，下午1点钟于礼拜堂举行影音同工培训，请影音同工出席。如有兴趣的兄姐也欢迎参加。2019与京剧有约10到12月达11次者，请至招待桌领取奖励礼品。12月28晚上6点，青年团契于教会举行年终聚餐，欢迎学青、社青，邀请新朋友报名参加。教育馆之景观工程及内部设备装潢的认线项目，认线单置于招待桌，欢迎兄姐认线。以下是教育馆新建工程进度，请代祷及奉献。纯立组姐妹于12月11号安息主怀，12月23号上午8点定于二滨举行告别礼拜。有登记参加的兄姐，当天上午7点请至士林国小旁边搭车。请持续为身体健安的弟兄姐妹代祷，愿上帝安慰与医治。让我们一起来攻读今天的金句2遍，在周报第1页的下方。请约翰福音1章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一儿子的荣光。约翰福音1章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一儿子的荣光。请会众一同站立，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慈爱。当世人在罪恶中失去盼望时，借由耶稣基督的降生，你将拯救的信息带给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得以翻转，重建与天父的关系。求你赐给我们力量，勇于向忧伤失望的心灵传扬从你而来的平安、爱、正直、公义与光明的信息，在每天的生活中分享上帝的恩典与真理。主啊，你是和平的君王，拯救世人的主。世界各地纷扰混乱，求主施恩怜悯，为你所爱的人施行救赎，赐下平安。也为香港局势祷告，祈求和平降临，摆脱暴力威吓。在这动荡的时代，求主在众人心中播下仁爱、和平、盼望、坚韧的种子。主啊，你是公义的神，公平与公义是你宝座的根基。求你掌权，赐下属天的智慧在国家领导人身上。求你赐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使我们国家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掌管明天的主，圣诞来到，表示新的一年将要来临。我们不知明日将如何，但你是生命的主，执掌权柄的神。我们全心倚靠你，求主保守我们，扩张我们的境界，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最后，我们以主所教导我们的主祷文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圣诞平安，好不好？现在我们一起来，在这个耶稣诞生的这个节期，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是欢腾，救主降生，全地皆君王，万心为主，预备地方，诸天万物歌唱，诸天万物歌唱，诸天万物歌唱，普世欢腾，救主降生，全地皆君王，万心为主。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生王，圣人从此唱荣奖，恩宠平安到万方，兴起世间大效仿，给予诸天共颂扬，天地长和气不生，基督生于国里。荣耀归于新生王，基督本有神形象，基督原是永生王，今在末世从天降，生于童女真人样，至高上主披肉体，高腾肉身尊降卑，甘愿做人工人主，以马内利是耶稣，听到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生王。欢迎天降和平王，欢迎辉煌公义光，他指示人生明亮，他笑痛苦之创伤，全被放下的荣光，将生救人免死亡，将生世人的高升，将生世人的重生，听那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生王。哈利路亚！让我们用掌声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哈利路亚！
在，神在，神在，神在，暴风雨中单单仰望你。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荣美君王，我心向你歌唱。以马内利，风雨中有盼望，荣耀同在，平静安详。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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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大能无人能及。神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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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风雨中单单仰望你。荣耀，荣耀。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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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荣美无人能及。神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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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光中单单仰望你。你是光明，照在黑暗里，全因你怜悯，生命你指引，主赐我生命。恩典与真理，成为神儿女，活出你心意。你的爱降临，牺牲自己，拯救我生命，荣耀君王，尊贵羔羊，不惜代价全献上，我救主降临，将生命气息坠入我心里，进入你爱里，永恒的同在里。主，你是光明，照在黑暗里，照在黑暗里，全因你怜悯，全因你指引，主赐我生命，恩典与真理，成为神儿女，活出你心意。你的爱降临，
生自己拯救我生命，荣耀君王尊贵羔羊，不惜代价全献上，我救主降临，将生命气息坠入我心里，进入你爱里，永恒的同在里。哈利路亚，圣洁羔羊，全地赞美归我王。哈利路亚，圣洁羔羊，全地赞美归我王。你的爱，你的爱降临，牺牲自己拯救我生命，荣耀君王尊贵羔羊，不惜代价全献上，我救主降临，将生命气息坠入我心里，进入你爱里，永恒的同在里。你的爱降临，牺牲自己拯救我生命，荣耀君王尊贵羔羊，不惜代价全献上，我救主降临，将生命气息坠入我心灵，进入你爱里，永恒的同在里。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是巴不得盼望能够进入你永恒的同在里面，来经历到你所应许的，不只是在这人世间的恩典，也是你给我们看到生命最深层的喜乐跟盼望，就是在永恒中主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你，为我们预备这敬拜亲近主的时刻。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感谢上帝，让我们能够今天在一起来敬拜。除了我们跟天父上帝诗歌敬拜，让我们的心打开，请我们也跟我们的前后左右互道平安。很高兴看到你。今天主日崇拜一开始，有一对兄妹，两个小朋友一起来点燃了这个待降节的蜡烛。要点蜡烛之前，我问他们说：“为什么要点蜡烛？”哦，不知道，被点到了哈，被点名点到。为什么要点蜡烛？我说：“你生日的时候，你会不会想预备？几天前你就在想，妈妈会去哪里买蛋糕，爸爸会预备什么礼物？会不会想到？”两个说对，哈，对，所以点蜡烛就是因为谁，他们就想到啊，对，耶稣生日快到。有时候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日子里面，有的人重视生日，有的人不重视生日，这个是每个家庭都不同。我自己今天早上的时候醒来，师母才跟我讲一件事情，我们就突然对，有时候我们比较少预备这样。以我们的家庭的成员来说，有一个我们的很好的朋友，
很亲密的朋友，昨天生日到今天早上我们才想到哈，没有预备，没有预备。有些时候家庭不习惯预备，但是呢，人世间普世呢，在这个时刻，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商业行为？看到百货公司、餐厅都在有所谓的圣诞，不管是礼物、大餐、活动都出现了。在教会呢，我们特别用代降主日一起来预备耶稣基督的降生。在圣经里面，在描写耶稣基督的降生，有很多的故事叙述，说的角度不同，从人的切入点不同，但是保罗把它整理起来，成为一个耶稣降生，一个无限的上帝跟有限的人的一个接轨。所以我们要请施哲执事来为我们宣读今天的经文，特别是在提到这个全能的上帝跟我们生命的关系。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上帝同等，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谦卑自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把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使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众膝都要跪下，众口都要宣认耶稣基督是主，归荣耀给父上帝。圣诞节叙述就这么样的几句话而已。为什么叫圣诞节？救主降临到我们中间，保罗把它整理出来，就是这几节的经文。原本是上帝，但是他没有坚持自己哈，那愿意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是我们在迎接救主耶稣圣诞的一个核心的经文，也是在告诉我们圣诞节的意义在这个地方。我们会听到很多圣诞节的歌曲，我看到很多圣诞节的故事。比方说，这个歌是在圣诞节大家常常会唱的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对不对？常常我们会唱这首歌，我们在祝人家圣诞快乐，祝人家 Merry Christmas。这个 Merry 常常被人家写错，写成怎么样 ？Marry。有一阵子我们常常看到人家写 Marry， 哦，原来是 Merry 是喜悦的哈。一种很欢愉的、喜悦的，有点像 Happy， 所以在教会历史上面曾经有写过 Happy Christmas， 所以 Happy 也好 ，Merry 也好，这个比较不难了解。但是 Christmas 这个字就很特别了，我们在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生日 Birthday Happy， 所以它的重点在生日，有的人生日到了，好，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庆祝快乐。现在问题来了。Merry Christmas，Merry 是快乐，大家一起来快乐。Christmas 什么意思啊？它不是圣诞节啊。我们说圣诞快乐，它不是圣诞啊。Christmas 不是圣诞，这是两个字组合的。Christmas 一个是 Christ， 就是基督，哈 ，Christ 是基督。Mass 呢 ，M-A-S-S 简写去掉一个 S， 其实它就是弥撒。我们出去巷口，到了文林路口有一个天主教会，每一天的礼拜一到礼拜五，每个礼拜一到五7点到7点半都有弥撒。有时候我6点多还没有7点从那边过，就看到很多敬虔的弟兄姐妹，他们就过去了。他们1到5都有，那6日还有其他时刻的弥撒。我们中文称为弥撒，那就是 Mass。这 Mass 这个呢，本身它在讲的是一种纪念的仪式。Mass 是指一个仪式 ，Christ 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也就是说纪念耶稣基督牺牲的一个仪式。他们每一天早上的早祷，就是到天主堂，然后到十字架前一起唱一首歌，读一段经文，一个主祷文，一个经典，然后
纪念、感谢耶稣为我牺牲。Mass 是一个纪念的仪式，特别在指耶稣为人牺牲的仪式。所以当我们在说 Merry Christmas 的时候，不是说圣诞快乐啊，是说什么？耶稣牺牲快乐啊？为什么耶稣牺牲我们快乐？这不是救抓给人死啊？不是啊！咱常常讲死是死病毒啊，不是死毒友啊，不死毒友，不是死病毒，对不？所以我快乐不要紧。毒友死了，别人死了，然后我呢活了。其实 Merry Christmas 有一点点这样的意思。毒友耶稣基督为病毒来死，为我死了。所以当我们在彼此说 Merry Christmas 的时候是什么呀？为什么我们今天能够欢庆？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为你来牺牲。这是我们在说到圣诞节，所以你会看到有很多的 Mass 纪念的仪式。欧洲的教堂在这几个礼拜，平常纵使没有人做礼拜，他们一样会布置得很豪华。然后这2天大家会一起来看这样的一个弥撒。然后呢，也有很多的教会用演剧的方式，连天使都会出现。这个都是一个纪念的仪式。包括我们圣诞节有很多的活动，重点就是预备我们的心。耶稣基督为我牺牲，让我的生命有所不同。所以我们在提到耶稣的降生是马槽，但是他的目标就是为人牺牲，为世人牺牲，就是在说到十字架的救赎与复活，在十字架上死、复活这样的一个救赎的大能降临在我们中间。所以你看到很多故事，他会提出一个字，马太1章21节这么说：来，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百姓从罪里救出来。这句里面动词那个救出来，耶稣在希伯来文里面有很多人叫做约书亚，都是把百姓拯救出来的意思。耶稣也是把百姓拯救出来，所以在耶稣那个时代之前，我们看文献已经有好多犹太人名字叫耶稣了。已经有好多犹太人名字叫，就好像我们今天有很多人的名字叫做圣雄啊、什么雄啊，男的女的叫什么会啊。我们教会有4个赎会啊，所以要知道是叫哪个赎会。我们教会呢有2个美会，而且都是老师，都在学校当老师，所以你要知道你是称哪个会。耶稣那个时代一样，但是这个耶稣不同，因为他有一个动作，那个动词就是救这个字。这个救跟我有关吗？路加福音2章11节这么说：来，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它里面更深刻的提到这个耶稣的降临跟我的2方面的意义，一个是救主，把我拯救出来。什么叫拯救？刚刚遇到一个年轻人，问到他什么时候考试，就是1月5号前要考，29号过，然后就考1天，放1天，考1天，这个就应该是高中生了，因为1月5号以后他们就准备要预备要结业。小学呢，1月6号、7号才考。我问他说，觉得怎么样？准备了如何？有一个科目实在是不知道怎么读不下去，怎么办？有人可以帮你吗？就是有人可以救你吗？不然你就准备被当了，对不对？那科目怎么样？他说有，感谢，因为有个姐姐的朋友下礼拜要帮我补习要帮我加强那个动作，就是救的意思。他就成为我的救主，在考试这个科目上面成为我的帮助者，成为我的救主。当我心灵难过，我有一段路走不下去的时候，我碰到一个好的老师，他陪伴我在那段时间，把我从忧郁、从难过中间把我拉出来，让我能够从忧郁、黑暗、阴暗中间看到亮光。他在那段时间成为我的救主，但是我们不会成为他是救主，他像天使、像贵人一样来帮助我，因为他是在那个阶段性单一事件成为我的帮助，把我救出来。耶稣基督呢，在我们的一生中间成为我们的救主，但是不止这样，天使还说，就是主基督，主跟救主就不一样喽。
救主是我碰到困难，我很喜欢去找他，困难解决了就不要理我最好。为什么？因为主人我就变成他的仆人了，他是老大，我有做水啊，对吧？而且水大汉嘛都爱听大的，听老大的、啊，他是主啊，这不要，这个最好这个时候我没问题的时候，你不要出现。没有，耶稣的降生不只成为我们的救主，还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主，带领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阶段。因此呢，救主是在我们遇困难，甚至好像游泳快要被淹死的时候，把我们救起来。在我们今生的日子里面，看到自己有很多的软弱有限，会犯罪，他让我们得救助，免于死亡，赦免我们，这个叫救助。但是呢，他更愿意一步一步引领陪伴，使生命改变。我个人觉得，耶稣基督跟我的关系最重要在这个地方。救不救我是你的事，这是你自己应许答应的，你怎么做我不知道。但是我个人我觉得我最主要我需要是这个生命的改变。一天一天的行的过程，旧的我常常造出来，老的我、旧的我常常会出来。平常没什么事情，教会的事工很顺利的时候，啊，人家说我牧师你就温柔的，你不知道我就歹的呢吼。当你遇到那个关卡走不过去的时候，当你发现这样的事情怎么可以这样的时候，当你发现教会应该说彼此相爱的时候，怎么还会这么尔虞我诈？怎么还会有那么多合纵连横的时候？有啊，这个在教会里面，我们这样人的团体，有时候我们会有一段好像走不下去，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引领陪伴。那个时候真的是只有安静下来，主啊，这是你的教会，每个弟兄姐妹你自己带领保守。所以呢，我们降服在你，让我的软弱能够变坚强。有时候我还会欺骗自己啊，对不对？哎呀，那不会败啊啦，跟那样你以后啊，哦，有时候还会造成一些伤害，讲话太快了。媒体都会，连我牧师我们也会，有时候讲话太快了，造成人家的伤害，造成一些真的是所谓的犯罪，就是在那种软弱的中间。但是耶稣基督的爱来促成我们的关系能够被修复，所以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是我们的主，他带领我们。基督的爱在我们的生命关系中间一次再一次展现，无论是在家里、在同事之间、在社区、在教会的弟兄姐妹，是从马槽到十架，耶稣来到我们中间最重要的生命意义。因此呢，所谓的基督门徒，当我们领受了这样的耶稣基督的生日跟我有关的时候，我就盼望能够继续经历。我们需要教导没有错，但是我们更需要榜样。上帝借着先知，借着历代的这些他所拣选的先知祭司，把他的教导告诉我们。但是上帝知道这样还不够，他自己，保罗说他自己道成肉身来我们中间，成为奴仆，又取了人的样式，这个就是给我们榜样。今年我们在检讨一件事情，第2堂礼拜我可能没有时间讲这个，就是抄写金句。你今年曾经抄写过金句的，请举手，一天就写1节，只要你写过1天就请举手。你如果写过，好，谢谢。抄写金句，这个当然有很多说这个时代还抄写啊，对不对？划一划就好了。然后有时候人家他顶多是什么样？我看到在捷运很多很厉害，用2只手指头在干什么？波波摸啊，他不是用写的。哇，那我看那个波波摸打得好快，打得比我写的还快哦。然后他在打，然后就 enter 就传出去了，打得很快。可是抄写过的朋友、弟兄姐妹都会经历到，当你拿一支笔，一个字一个字的刻，因为现在写字的机会不多，一个字一个字的刻的时候，你那时候对这句上帝话语的领受非常不同。明年1月开始，我们会找2个主日，请今年抄写金句，从第1个礼拜到最后礼拜，有在抄写金句，我们要邀请几位来分享他抄写金句对他到底有什么意义。经历了2019这样抄写金句，我们需要教导没有错，但是我们更需要榜样。我们需要榜样，在家里面孩子是怎么学的？不是主日学老师会教啊，不只是这样。
我们的主日学老师现在已经一群在那边祷告会了，连线在看这个地方的敬拜。他们在预备，等一下10点10分小朋友来，现在就已经在对面。我们需要教导没有错，但是我们的小朋友更需要榜样。跟小朋友说，你点蜡烛的意义是什么？因为耶稣的生日快到了。好，我们需要这样。那么我们在家里面就会看爸爸妈妈怎么预备耶稣基督的生日，在我们的家里面，在我们的心里面。同样的，我们在我们的社区里面，当一个基督徒，他会告诉人家说：“哎，你要不要来啊？我们有圣诞那个平安颂赞1224，下礼拜2哈，就2天后，这边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平安颂赞，你可以来。”可是我们邀请，甚至告诉他意义是一种，他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有没有看到基督徒的榜样、基督门徒的样式？我们常经历到上帝的慈爱永远长存，而且认识耶稣基督就是我生命的主。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重点，让他做我一生的主，做王。如果他做王的话，我是很凄惨哦。如果他做我的主的时候，我不好受啊，会不会？他不会怪我，或说不会阻止我去吃那双麒麟，他也不会说你不能够去看电影，他不会。这个主人哈，他不会禁止我这些，但是他会吸引我。最重要的是他的榜样会吸引我，吸引我朝一个方向去走。耶稣基督的降生的意义在这个地方，而不是我们吵吵闹闹就老年班就最瓦当，然后来为他庆祝生日。不是，他希望的是我们看到他的榜样。小的时候跟着约瑟的旁边，在那边戳戳戳，他的爸爸给他榜样。天上的天父父神给他榜样，在约翰福音17章，他的祷告讲到了父差派我，我差派你们这样的一个榜样。他在上面有一个属灵的父带领他，在地面上一样。这个爸爸小的时候的木工，让这个孩子学习，但是成长的过程，他知道天父上帝给他的生命榜样，愿意为爱的人来牺牲，所以他给他的学生一个榜样，他蹲下来、跪下来，拿那个水为孩子洗脚，为学生洗脚。有时候这是象征的意义，你做了以后的体验就有所不同。当耶稣做我们的主的时候，我生命中会不会带来这样的改变？所以我们刚刚读了这段经文里面，最重要就是他提醒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现代中文译本翻译说，我们要以耶稣基督为榜样，以耶稣基督为榜样，就像旧约原本是宰羊来献祭，到了耶稣基督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这样的一个愿意付代价、愿意用爱的行动来显明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他改变了我的生命。别人怎么做是一回事，但是我们把握当下，把握这时候，让我们能够的来到这个人世间，到我们生命的意义、价值、目标在前进的时候，你有一些动作会出现。12月4号，在阿富汗有一位日本人Tetsu，他是一个医生，他在38岁的时候参加一个国际组织、和平组织，所以他到阿富汗当医生。原本签约3年、5年，最多8年，他们就要调动，免得为什么？这些医生免得你太久在那个地方哦，把你的感情放那个地方，那抽离不了，你就不能够站在第三者来协助，不要介入人家的政治啦，那些事情。医生就是救人的身体，让人家身体生病能够得好，战争所遗留下来的，我们能够把它医好。可是他38岁去，最长8年到了，他继续留在那边。他在阿富汗到73岁，这个月就是12月4号，如果我们有看到这个消息，他跟几个同工坐在一辆车里面，被人家扫射，6个人全部死掉，包括他。35年中间，他不只是当医生，他发现这些人为什么会生病，水不好，他们协助做灌溉的渠道，把沙漠变成良田。35年的时间，有机会我们可以认识这个 Tetsu 这个医生。
73岁12月4号，就是这个月12月4号，结果被杀死了。过3天，他的遗体，隔天他的太太跟女儿就到阿富汗去了。他是阿富汗的荣誉公民，内政部长曾经发给他一个荣誉公民。当他的遗体要离开阿富汗的时候，总统亲自抬棺。总统亲自抬棺。他的太太说，他是一个平凡人，只是尽力而已，尽他的本分。我们每一个在你的生命中间，你不知道38年后是什么，你不知道35年后是什么，但是你知道今天，如果耶稣基督给我榜样的话，那我能够做什么？把今天做好。上礼拜圣会传道跟我们分享到这位小女孩，一个瑞典的小女孩，2018年8月第一个动作在这个地方，应该要上课啦，8月上课，她坐在教室的前面，然后就放了一个牌子。为什么？因为上礼拜前一阵子老师跟我们讲，气候变迁太惨了哦。那我们的未来，我们没有未来，因为14岁那时候14、15岁的女孩，等到她40岁的时候，可能这个世界已经完全不同了。气候的关系，可能他们要躲在冰屋里面啊，那怎么生活？所以她为了那个气候，她说：“那如果没有明天，我今天为什么要上课？”她就坐在教室的门口，旁边就放了这个牌子。第一天一个人，第二天有另外一个人陪她坐，又一天有4个人。后来从去年8月开始，哇，不止在他们的学校，瑞典几千个学生，年轻的学生，不是大学生，一起这样。在今年我们看到最多的时候，全球好几个城市150万人一起停课，就是不上课，老师一样上，但是我们为了气候，我们要讲一点话。我们10几岁，你们把我们的未来，你们把我们的明天搞成怎么样啊？你们这些大人啊，把我们的明天弄成怎么了？所以看 Magazine 时代杂志把它选为2019年的风云人物、年度人物。1927年到现在，在过去的这70几年，最年轻的一位，选为年度人物，不一定只是好人哦，只是说他在这一年里面引起太大的风云了。希特勒也曾经是 Time Magazine 的那个人物哈，邓小平也曾经是哈，等等这些。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一些有贡献的，比方说在2005，他的年度风云人物竟然选了2000年前的一个人，叫做什么？不是耶稣，叫做好撒玛利亚人。啊，你如果回去看2005年的风云人物，他说是好撒玛利亚人，将基督的心情表达出来。从马槽到十架，你可以在这个时候，今天你可以做什么？有些人知道这个国际基督协会，他就摆明了就叫基督协会，他的那个社团法人的名字，如果你上去找，他就是叫基督协会哈，国际基督协会。他从几年前开始就写给我们要救命，他不希望人家焦点在他，所以他说，如果你们要讲，最好不要讲我的名字哈。在肯亚、在乌干达交界的那个几千公尺的高原上面，那个地方有一种跳蚤，叫做沙蚤，就在沙里面的跳蚤，所以他们没有穿鞋，倒没有，他们跑得很快啊，那个脚底板都很厚，比我们的球鞋的底还厚。问题是这个地方就很弱，啊，我们都知道脚趾缝很弱，所以那个沙蚤就很容易进去以后，很多人的脚就是累伤。那就有一点像我们在1950、60年代的乌卡边，在北门、在台南县那时候，很多的乌卡边类似这样，因为喝水的关系，我们是喝水的关系上，所以在乌干达、在肯亚那交界那个地方，有很多的人脚最后要截肢，有多少人截肢？不多，为什么？大部分的人等不了截肢就死，那种地方怎么可能给你动手术嘛？怎么可能给你动截肢的手术？那个手术要很贵啊，所以没有，你就有这样的情况，你就注意啊，那个红药水可以擦不了，他知道让他的生命比人家短。为什么非洲的平均年龄不到50岁？到现在哦，2019哦，不是1985，是今天啊。
为什么？因为就有很多孩子一出生就死掉了，纵使他们一样有70、80岁的人，很多人就类似这样，10几岁、20几岁，他在那个地方，他脚就已经痛得不行，没有机会截肢。所以这一位叫杨佑任，他是一个年轻人，很爱玩，小时候国中、高中读不了书，可是上帝在他18岁的时候让他碰到一个牧师，这个就常常提醒我到底在做什么。然后呢，那个牧师跟他聊天，陪伴他一段时间。后来他有机会认识了一个加拿大的女孩子，认识她结婚了。这个女孩子的爸爸是一个牧师，又碰到一个牧师，宣教师，在非洲宣教。几年前回来台湾跟他讲，每次我们进加拿大我们的行李里面都装什么？去过缅甸、去过泰北的吗？你去缅甸、泰北的时候，你的行李装什么？什么衣服啦，不然那是主日学教材啦，不是自己要用的。我们每次参加短宣，拿着大行李，他规定30公斤，大概有25公斤都是为了去就放下来了，尽量把自己的行李减少，以便于你可以带进去。他的岳父说，每次我们去非洲的时候，我们的鞋子再怎么装，就是我们的行李再怎么装鞋子，就是10几双而已，把旧的鞋子拿来给他们穿。有几百万人你要安怎围闹搞？这个爱玩的杨佑任他就那时候20几岁小，对，台湾杨浩有几双球鞋？你有几双鞋子？我们算一算，我们鞋子哇，然后呢，有多少鞋子是你1年、2年都没有穿过了，还在那个地方？所以你把旧鞋给我们，我们来救命，因为不只是衣角。因为那个是牵涉他身。OK， 好了，这个简单讲，就是这样的一个活动。后来这样的一个活动，第一个货柜出去，就出去了超过7万双的鞋子，因为一个货柜太大了，他们整理义工整理得很好，那过去那个地方去了以后，右上角他们的义工还要帮忙脚先把它消毒洗好，好厚的脚，能够消掉了尽量把它消掉，脚皮太厚了。然后把它医治好，然后鞋子给他们，结果发觉只有鞋子不够，他们也在挖井，跟连家人一样，在非洲如何用我们台湾技术帮助他们挖井。然后货柜去了以后，那个提供货柜的货柜公司说：“你货柜不用回来了，我们回来空了，因为那个地方没有东西可以运回来啊。非洲我们台湾跟他的贸易没有东西运回来，我去了那几个货柜，你货柜留着，他们就把货柜改成教室。”开始在那个地方，也让他们能够有一件事情，他们这几年在做，在台湾募集了很多人棉布，然后去那边帮助小女孩读小学生，刚开始来他们这边读书了，就教她怎么做卫生棉。小女孩7岁、8岁、9岁，教她怎么做卫生棉，因为他们没有像我们能够去超市买一次用就丢，所以他们做等到她MC 来的时候，之前就跟他说：“你上来的时候，你要感谢上帝，因为你生命不同的阶段，所以你就用你自己做的这10几块轮流去做，做完用完以后就洗，把它洗干净，这样。否则的话，他们那边有很多的感染是因为 MC 没有处理好，小女孩11、12岁就死掉了，有很多这种。所以类似这个，因为一个旧的鞋子要救命，在那边有很多的事工出现。”他们常常在那边说：“我们听说有个地方叫台湾，他们给我们鞋子，不知道台湾在哪。”所以他们那边几十万，现在已经超过70几万双的鞋子过去。这几年他们说，而且穿得很快会破掉，为什么？因为我们给的是旧鞋，高跟鞋不行，凉鞋不行。为什么凉鞋不行？你凉鞋沙早就进来了，高跟鞋不行所以他们去还要把这些都弄一弄，然后送过去。那穿着2、3年又会坏掉嘛，所以他们需要继续有这样，所以每次旧鞋来，他们就弄好，帮他们穿上去从台湾没有听过的地方，在过去这6年给我们很多的鞋子。你可以从一个小地方，就是你现在开始做，可是不是你自己在做，你的马槽、你的婴儿床、一直到你有一天的第3个生日这个中间。上帝通过先知所答应我们的，有一个婴孩为我出生，他是为赐给许神道的。我一直坚信这一点。别人相不相信，
我知道有很多人相信，但是重要我知道许传道在这人世间不管怎么走，那个永恒的上帝他已经为我预备了，已经来了。他呢在我生命中间带领我不同的阶段，所以先知说到奇妙的测试，全能的上帝，永远跟我们同在的父，以及什么？他带给我一个 peace 或 shalom， 一个和平的君。这四个在你的生命中间，你有去经历吗？耶稣基督的生日，不只是我们等一下要去海霸王51桌弟兄姐妹一起庆祝，你能不能把这4点放在心里面，跟上帝祷告？主啊，就是这4项，哪一项是我现在生命最需要的？当他在说到奇妙的测试的 counsel， 他不是告诉你怎么做，你跟着走，不是，他在旁边陪伴。我们的软弱做不到的地方，他不是用指责，他是用怜悯来体恤，他不是责难来定罪。哇，你犯罪了，不是。所以圣经有写过，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他可以体恤我们，为什么？因为他自己走过了一遭，他曾经成为小孩子，曾经来到圣殿，说不定他还点过蜡烛，那不是待降节蜡烛，那是圣殿里面的7盏灯，他可能做过这些，他了解我们，深刻经历到。你有经历到这段吗？他是全能的上帝，全能不只在指到他创造，连死他都能够得胜，他可以复活，可以让死而复活。如果这件事情都做得到，那个全能展现在这个，那么我昨天早上跌倒，这边受伤，那就不算什么了。这是真的哈。昨天早上要去大市场买菜，我们每个礼拜六都要大市场买菜。大市场就那边，我跟师母去，因为礼拜六晚上要用，礼拜一晚上要用，我们家里要用的有一些，我们就去。就我们我都还起来，师母要上来，他昨天突然想到，他就踩到这边，就整个人都起来哈。以前是先跨过去才脚踩，整个人就倒会。这是小挫折，小小的伤害，但你生命中就会有很大的挫折啊。这些他都能改变，因为他连死都已经战胜了，那个坟墓已经被他打开了。永远同在。生命不是在真空的地方，是在关系里，所以这个关系是他一直打开。浪子回头的故事，慈爱的父亲有很多图画，我特别喜欢这个，是因为爸爸是这样，他爸爸是双臂展开，有很多的图画，让表现给他，每个图画都很吸引人。但是这个图画是他远远的时候，你看他脚是有一点在跑啊，有一点在跑过来，然后双臂展开，在告诉我们这个父亲随时打开双臂，跟我同在，欢迎我，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够到他怀抱。和平的君，他不是用权势、武器、法令规定怎么样。所以当那个瑞典小女孩说气候怎么可以这样的时候，我们想尽办法说什么巴黎协定什么的京都协定，大家把碳减低到怎么回事？上帝所赐给我们给我的不是这样的一个王，他是自己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这样的一个 shalom 平静安稳的力量，在我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所以刚刚我们所读的京剧道成肉身，它有恩典有真理。恩典是你什么都不用做，不该得不应得的给了我们，但是真理就麻烦了。真理就我永远跟不上，永远做不到，在真理面前我永远被定罪。所以我们不能够只拿真理，然后我们就乱来赖皮。恩典跟真理在一起的时候，让我领受生命丰富，我又不会赖皮，我可以回应。所以是为什么约翰福音1章14节这么告诉我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圣诞节要到的时候，每个基督的门徒，我们都像明光照耀，在这世代。一句话不是常这么讲吗？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与其咒诅这个世代的黑暗，不如点亮自己的烛光。你一天到晚在骂人家，一天到晚说这个时候怎么会这样？有这喜单安乱，不如让你的明光，让你的灯能够照出来，显在这个世代。上帝的儿女，基督的门徒，把你的光就在今天，你不用想到30年后、3年后怎么样，但是你今天能够开始的第一步，你会照耀在四周围。到底在这个礼拜中间，
这4项，先知所说的，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我最深刻经历到的是哪一点？或者说，在目前的阶段，我最需要的体刻，就是他的同在，还是他成为我的测试，引导我、引领我，给我意见？我有福音朋友吗？圣诞节到了，我如何跟他分享我与耶稣基督生命的关系？我们同心来祷告。感谢主耶稣为我们到这个人世间来，我们求主你特别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因为你带给我们喜乐，带给我们盼望，这是一种超越性的，不是人世间的喜乐跟盼望，乃是跟你的永恒接轨。感谢主，也让我们能够在你的一生，地面上的一生，马槽到十架中，领受到你所给我们的应许、恩典跟真理满满。我们看到你的荣光，真的是父上帝的荣光。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用平安夜来回应我们的神。盼望每一个夜晚，你都能够经历到这样的一个平安，每一个白天也能够行在平安中。平安夜，深山夜，万难中，光火生，照着圣母也，照着神灵，多少次相也，多少天真，今向天赐安眠，今向天赐安眠。平安夜，深山夜，牧羊人在旷野，忽然看见了天上光华，听见天轻唱哈利路亚，救主今夜降生，救主今夜降生。平安夜，深山夜，神子爱，光皎洁，救赎洪恩的黎明来到，神荣发出来，荣光普照。耶稣我主降生，耶稣我主降生，耶稣我主降生。会众请坐，让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奉献。奉献后，请牧师祝祷。你的恩典每天都我有，总有困难
了什么，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哦，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最应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伟大的救你。哦，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最应最爱是你。会众请起立。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伟大的救你。我已决定，我一生最爱是你。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来到我们中间，让我们能够跟你所应许的极丰富的恩典真理里面，跟永恒来接轨。因为你的同在是我们最重要的礼物。谢谢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相通、扶持、安慰、医治，与你们同在，从今日直到永远。阿们。会我们弟众请兄姐妹哈，趁这个时候你站着，彼此先说圣诞快乐哈，来彼此圣诞快乐，请坐，来请坐，来。请坐。今天的礼拜在殿乐后结束，祝福大家平安喜乐。那天至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神王，圣人从此常荣家，恩宠平安到万方。荆棘是向大小邦，今日诸天共颂扬，愿你唱儿喜不胜，基督生日国离恨，听那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神王。基督
lovely friend from Korea Glory Church.
各位亲爱的兄弟，大家平安，圣诞恭喜！感谢主，咱伫这个时来到主的面前，咱要来迎旨来欢喜主耶稣的降生。咱来吟3首的诗歌，第一首圣诗70首，普天同庆，主临世界。咱来念歌词吼，圣诗第70首，普天同庆，主临世界。咱做伙来吟这首诗歌，拢总有4节，咱直接来吟第1节。来，普天同庆，主临世界，全地迎接君王，大家为主比办所在，有着万民尊重，有着万民尊重，有着万民尊。第2节，全地欢喜，求主掌管，生命荣耀唱歌，长夜刚好，山野平安，欢喜的声无山，欢喜的声无山，欢喜的声。第3节，最后悲伤无过生拖，欺骗一切惨淡，看主临到，福气充满，心田无过芳，心田无过芳，心田无过芳。第4节，求主管理家事万类，用刀用稳言语，公义和平充满光辉，仁爱积极交臂，仁爱积极交臂，仁爱。咱第1节各念一解，第1节来，普天同庆，主临世界，全地迎接君王，大家为主比办所在，有着万有尊重，有着万有尊重，有着万有尊重。第2首，咱来吟76首。上帝赐伊独生囝儿，咱直接来吟3节。上帝赐伊独生囝儿，羊条来比美出世。30年久孝顺爸母，亲情已经爱兄弟。3年团到世界奔波，面甲日日无，土里有空，朝朝有寿，咱的主无畏。第2节。为着听咱临到世间，甘愿担一切苦难，伊受逼迫，咱的依靠，受刑罚，咱的平安。亲像一粒落土种子，十字架顶替咱死。大富哥，我搁再不义，天地就开花。第3节，多正肉体温暖万邦，主是路，主是毋茫，带咱脱离罪恶黑暗，日白到地着头帮。这款疼痛将伊完全，咱着笑脸，咱着团，团主公义团。
款祝福。这款疼痛，这款疼痛，将你完全，咱叫笑脸，咱叫团，团祝公义，团祝仁爱，团祝福，因高永远。咱阁有第三首，请咱来献开圣诗298首，298首。快乐快乐，阮来敬拜。咱拢总有4节吼，咱来念歌词。来，第1节，请快乐快乐，阮来敬拜，荣耀上帝大仁爱，心神欢喜到主面前。夜头5望心光明，悲伤忧愁求主赶散，犹疑黑暗无大我，永远快乐源头来临，灿烂光明入阮心。第2节，受造万美，一齐恶乐，同心围垒主宝座，天使世人三角吟诗。天顶地位大欢喜，关山深谷，田野草花，青翠平原凉风吹。鸟只诗歌，轻声水泉，上主疼痛永无煞。第3节，主你赦免，主你赐福，堪受尊重永称颂。活跳性命，喜乐源头。南海广阔水长流，上主天父基督兄弟，四海一家亲无比，大人人相听，和睦徛起，享受喜乐永无离。第4节，日月星辰三角应声，一齐俄罗主圣名，上帝主爱普及人类。手足三听及宝贵，称赞不断，直直向前，一路奋斗为得胜。喜乐歌声响亮无停，带咱入凯旋人生。咱来吟隆重4节。第1节，快乐快乐，我来敬拜，荣耀上帝大仁爱。心神欢喜到主面前，夜头5望心光明，悲伤忧愁求主赶散，鸟语黑暗袂打我，永远快乐源头来临，灿烂光明日。第2节，受造万美之罪恶路，当心围垒主宝座。天使世人三角吟诗，天顶地位大欢喜。关山深谷，田野草花，青翠平原凉风吹。鸟只诗歌，声水泉，上主听堂言。第3节，主你赦免，主你赐福，受尊重永称颂。活跳生命的源头，海广阔水长流，上主天父基督兄弟，四海之家亲无比，人人相听，享受喜乐永。第4节，日月星辰三角映声，一齐俄罗主生命。上帝主爱普及人类，手足听其宝贵，称赞不断，直直向前，一路奋斗为得胜，喜乐歌声响亮无停，带咱入凯旋人生。阿门。阿门。亲爱的兄弟姊妹，请用欢喜感恩的心，
迎祭主的圣诞。即时，咱要举行圣诞赞美礼拜，请奏乐。伫起头有道，道甲上帝三甲伫地，道就是上帝。即个道伫起头甲上帝三甲伫地，万物对道来创造。既若受创造的，无一项毋是对伊来创造。活命伫伊的内面，即个活命是人的光。三甲吟诗学乐，圣诗70首，普天同庆。主临世界，请咱起立吟全首。普天同庆，主临世界，全地行至君王，大地为主，立盼所在，有着万民尊重。万物尊重，有着万物尊重，尊敬欢喜，求主掌权，是你荣耀救国，产业刚好，山野美外，欢喜的声无煞，欢喜的声无煞，欢喜的声无。只有悲伤，无过声叹，凄悲之暂断，我主临到，福气充满，心田无过拍好，心田无过拍好，心田无过拍好，求主管理，家事万类。公义有义，充满地位，仁爱结基照比，仁爱结基照比，仁爱结基照比。阿门。三甲阿头来祈祷。以马内利道成肉体，为着疼来到世间的主，愿来到你的圣殿，愿要亲像天使围雷伫你的宝座前三重，往你来唱歌、学乐，虔诚谦卑来敬拜你，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甲世间人之地的主。以马内利的主，你是疼的源头，你的疼掠砍阮拢总的过失。佮赦免阮拢总的罪过。以马内利的主，你是和平的人君，借着十字架顶的恩典，你互人甲天父上帝搁好。你是阮最好的朋友，伫阮人生的路站，你陪伴、引带甲看顾。以马内利的主，你是赏赐生命丰盛的主，你的恩典
做阮年冬的冕旒。伫阮人生的路径，拢有你稳定的油滴落。以马内利的主，愿用欢喜感恩的心来迎接主你的圣诞。求你帮助阮，为记得你为阮降生带来救赎甲稳定，互阮会当甲人分享天使的歌声、故乡人的欢喜、朴素的敬拜，以及你的救恩甲天顶永远活的福乐。以马内利的主，愿阮一生讨主你的欢喜，愿要尽一世人来服侍你。愿要伫服侍的生命中，等待主你的过来。以马内利的主，恳求你的神即时运行伫圣殿内，将你宝贝的话赏赐互阮，互牧师的喙传达你的心意，也互阮的耳孔开，心领受，搁通照主你的旨意来行。但愿要将一切的恶乐敬拜，摆列伫你的宝座前，诚做芳芳的祭献互你，愿你欢喜甘纳。即时，阮也要用主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当做声来祈祷。愿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国临到，你的旨意伫诚，伫地呢，亲像伫天呢。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兄弟姊妹，请坐，请三甲来读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别，诚做咱的信仰告别。阮信上帝，创造统治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施行审判甲拯救。伊的囝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做人，做咱的兄弟，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对伊的受苦，顶十字架死，搁活，显明上帝的仁爱甲公义，互咱甲上帝搁好。伊的神就是圣神。踮伫咱中间，赏赐快乐，互阮伫万百姓中做见证，直到主过来。阮信圣经是上帝所教示的，记载伊的救赎，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阮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体，受召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搁定军伫本地，认同所有的自民，通过疼甲受苦来诚侪愿望的记号。愿信人对上帝的恩典来悔改，罪得赦免，用虔诚仁爱甲献身的生活归荣光上帝。愿信上帝互人有尊严、才能以及乡土。来有份伫伊的创造，负责任甲伊三甲管理世界。对安尼，人有社会、政治甲经济的制度，也有文艺、科学甲有精神的心。总是人有罪，误用这个顺序，破坏人、万物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人着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逃放，互受压制的得到自由、平等。伫基督诚侪新创造的人，互世界诚侪伊的国充满公义、平安甲欢喜。阿们。请同齐来启应启应文第22篇，启应文第22篇。诗篇95篇，诗篇95篇，伫圣诗后壁面启应文1039页，请咱同齐来启应。来啊，咱来唱歌学乐上主。
咱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伊统合最极深的所在，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来啊，咱来鞠躬敬拜伊，因为伊是咱的上帝。三甲来领受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到第7节。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到第7节，伫台语汉语版旧约的圣经755页，和修本的圣经旧约1008页。请咱三甲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到第7节。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有一个囝赏赐咱。伊要负担国政，伊的名称作奇妙无私、全能的上帝，永远伫地的爸，和平的灵君。伊的国政甲平安要加添无穷尽，就是伫大必的宝座甲伊的国，要用审判公义来建立伊、保护伊，对担到永远。万军的耶和华的热心要成即个事。第2位的圣经记载伫新约圣经腓立比人书第2章第5节到11节。腓立比人书第2章第5节到11节。台语汉语版圣经伫新约226面，和修本的圣经伫新约302面。请同学来领受上帝的话，腓立比人书第2章第5节到11节。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做心，伊本有上帝的形状，无掠甲上帝平等做所着接受的，反倒摒空家己，取奴仆的形状，诚侪人的样相。已经有亲像人的款式，就屈家己顺服到伫死，甚至死伫十字架。所以上帝高升伊极悬。赏赐伊迄个名，搬过伫万名的顶面的，互记那伫天、伫地、甲伫地下的，伫耶稣的名，无一个骹头有毋跪拜，无一个喙毋称呼耶稣基督做主，来归荣光俾上帝。愿所有的荣光拢归伫咱的爸上帝。赞美。咱要请圣歌队带咱同齐来赞美。全队拢着做声俄罗无煞，天父上帝全能圣手引带，我主圣洁疼痛充满地极，阳光显现极其灿烂光明，大咱着来同心敬拜。伫主施恩宝座前，愿咱的心主来唱歌，俄罗伊无停。全地着向耶和华唱歌，着俄罗伊至尊至权至大的名，敬拜是啊！咱来唱歌，俄罗耶和华。Oh
世间人，甚至将伊的独生囝赏赐予咱，互见那信伊的袂沉沦，会得到永远活。耶稣为咱临到世间，道成肉体，稳临万邦，咱着笑脸，咱着传。Salimos los
上帝独生圣囝伯利恒的婴仔，请你来，互阮体会你的临在，请你来做阮奴仆的君王，请你来，求你教示阮你国度的道路，请你来，引带阮来到上帝的面前，请你来，带阮直到你的国完全实现。正道牧师今仔日所要分享的主题是对马槽到十架。大家平安。伫咱长老教会圣诞节传统，咱到圣诞节时阵有一个赞美礼拜，咱特别讲到赞美，其实都是欧罗，意思就是讲伫即个礼拜中间，咱可能听的信息感度会较短，但是咱通过圣歌队引带咱有较多的欧罗献伫咧上帝面前。拄啊，圣歌队引带咱敬拜迄几条的欧罗的诗歌，已经将耶稣基督降生、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互咱会当领受天父上帝的疼。伊竟然降临伫个伯利恒的所在，尤其是咱同尾啊所吟迄首圣诗，是颜牧师、颜信兴牧师伊所写的，伊咧讲着耶稣一生即款的一个故事。所以，咱感谢主，也欢迎咱今仔日有一寡新的朋友伫咱的中间，特别是我们有一些新的弟兄姐妹、朋友在我们中间，我们一起敬拜。说不定我们等一下没办法一一的介绍到，但是容许我现在先介绍有一个家庭，我不知道他们来台湾多久，大概是来旅游，但是因为8月，咱有一寡少年团体，去到韩国一个教会叫瓦乌瑞教会，因为瓦乌瑞这个教会伊的英文名其实是叫做 Community Happy， 意思讲，社区会让得到喜乐的一个教会。不过，伊迄个在地的名瓦乌瑞的意思，我到尾也才去查到，一只牛倒伫迄个所在的一个里，叫做瓦乌瑞。瓦乌瑞的意思就是牛摕伫个土骹休困，耕作的地方牛休困啊，摕伫迄个所在所以因远道而来，对韩国来，这对家庭什么人边仔讲？Welcome Welcome。请坐。咱敢有人带因兜？无因是迄边的迄个，因咱即届摕到，因今仔日就要转去韩国。但是咱知基督徒去到各所在旅游，拢知影礼拜日的时阵，三甲同心来敬拜。我唔知影等下立训老师会当引带咱最近来这首无？拄咱听了真侪诗歌，但是伫个圣诞节咱听到足侪歌的中间，这首是常常有人听，我唔知是 F 调啊 G 调较适合毋过咱拢用这个互相安怎讲圣诞恭喜，对无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来，咱起一个音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Happy New Year. Good tidings we bring to you and your kid. Good tidings for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这个有翻译做多，我讲我就台语安怎唱但是咱拢习惯用这个对无但是台语有一个翻译就是咩愿祝你圣诞快乐。Merry Christmas， 那会讲叫做圣诞快乐。Merry 是 happy 是快乐的意思，所以在教会历史有一段时间，不是叫做 Merry Christmas， 是叫做 Happy Christmas。后来发现讲，可信徒出世 Happy Birthday 啊，叫做 Happy； 摩米人出世 Happy Birthday 啊，叫 Happy； 耶稣出世啊，叫 Happy。所以教会中间有一个天才讲，唔通用 Happy， 所以 Mary 就造出来。有人Mary 写唔对，写做安怎？这 Christmas 是讲要结婚，还是讲要安怎原来 Mary 就是快乐、喜乐的意思。好 ，Mary 无问题，是 happy。
Christmas 跟圣诞，跟圣诞，跟讲到你讲到圣诞那点吗？所以 Christmas 成做一个要紧，伫今仔日这个节期，咱来去搁一摆来想的。Christmas 是两个字拆开的 ，Chris 头一个是 Christ， 就 Jesus Christ， 耶稣基督的基督。好，咱来讲哦，基督有影，基督安怎咱快乐 ？Mass，M-A-S-S 是弥撒，特别是什么的弥撒？弥撒就是吼，叫一个天主堂。你若按下划计的时阵吼，伊早起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7点到开始都有一场弥撒。弥撒就是一个纪念仪式，用祈祷、读圣经啊，读一寡经文，安尼做一个纪念。所以弥撒是一个纪念，是一个祈祷，是一个宗教的动作。纪念啥？纪念耶稣基督为了我牺牲。所以 Christmas 是咧讲纪念的仪式，纪念耶稣基督为了我牺牲。所以祝你快乐！反正吼，死病毒也毋是死道友啊，对无？吼，我嘛甲人 Merry Christmas 是死耶稣，也毋是死我。所以咱吼 Merry Christmas 四过讲，下次你咧讲啥呢？你来人讲 Merry Christmas， 毋是咧讲圣诞快乐，是咧讲耶稣死，哈哈，我欢喜。为什么欢喜？是真诶，为什么？因为伊带互咱忍耐，带互咱愿望，带互咱喜乐。所以咱会当讲，毋是因为死病毒无死道友我欢喜，毋是安尼，是因为伊甲我有关系，带互我生命的喜乐，带互我愿望，互我经验到伊的疼，坚定我的信心。历代教会、历代信徒、历代上帝罗卜，所有牧师在人类拢有软弱甲有限，毋过目标拢伫即个所在。当咱圣诞节时阵讲 Merry Christmas 的时阵讲。祝你快乐，为什么？因为耶稣为了我出世，为了我牺牲，为了你牺牲，这是为什么？咱会讲对马祖到十字架。咱请把这个荧幕小升起来的哈，荧幕把它打上来。所以今年咱的布置是青年，这个青年吼用简约，咱甲讲哦，咱有足侪物件互你布置的吼，咱这几年布置的物件足侪留互你，你吼佫有一个预算会当去布置。结果吼，今年的青年吼，因用手做哈，连输出都无，因慢慢加，慢慢加。所以踮咧这个所在，你会看到几个安尼象征性的提拉米啊，有无？啊，因提拉米，所以这三个啥？朴素啊！伫咧教会历史咱讲有朴素、提拉米，讲安尼坐落图，遥远的所在安尼。然后圣诞节到，这个婴仔出世是为了啥？是为了十字架，才有四个字。这是希腊文，伊翻译做希伯来文来讲，这是犹太人的王。这四字刻伫咧倒位？十字架顶，耶稣的头壳顶写一个牌啊！这个是犹太人的王，判死刑、判国贼，去用钉死伫十字架顶。所以今年的布置，甲咱讲对马祖到伫十字架。这个甲我有关系，是为了我唔知影别人安怎体会，我唔知影其他人安怎经验，但是是为了可信度，这是我所相信，也我信服的，这是我的有关系。每一个兄弟姊妹，咱要去经验到这个部分，所以咱最近来看到对马祖到十字架的时阵，咱要看到主，互咱的功课。拄啊，咱所读的经文，互咱知影保罗的一个讲法，伊咧讲到圣诞节的意义。毋过，咱听了真侪故事，听了真侪吟诗，拄啊圣歌队伊所吟的，你搁倒转去甲看者吼，因甲耶稣的出世讲一个故事，真水。咱嘛看到圣经中间马太1章21节，咱读下骹，预备来，伊要生囝。你着叫伊的名做耶稣，因为伊要救伊的百姓脱出因的罪恶。约瑟咧困，天使甲讲一句话，伊本来咧遐困，忽然间甲讲迄个还未过门的玛利亚吼，已经怀孕。伊讲哦，安尼哦，哪会当安尼？你爱甲带入来，
无甲伊同房，因为已经怀孕。这个中间我掠出来一个字，迄个字叫做啥？救。原来耶稣出世，毋是因兜的代志，毋是一个家庭的 Happy Birthday， 毋是为着我，甲我有关的，伊要救我。路加佫甲这个解释佫较清楚，天使天君甲各样人报的好消息，安尼讲下下来，因为今仔日伫大必的城。已经为着你生一个拯救的，就是主。他不只讲到了救，他还讲到了主。救主甲主是两项代志。救主是要帮助我、拯救我，考试考袂好时阵，互我有智慧。伫受水强强要沉落的时阵，甲我救起来，这叫做救主。但是当甲我救起来的时阵哦，你回家。剩下我自己的功课，甲我救起来，上帝唔免插我。好，我到底要安怎去？搁食一顿啊？后摆搁来修，无搁去注意，迄无法办。当我碰到困难，你再搁来甲我救，这叫拯救。无，耶稣的出世甲我的关系，唔是干那伫遮。对我可信道来讲，搁较重要是，伊是我的主。那是安尼，这个救主，互我唔免受死亡的威胁。这个救主甚至。帮助我赦免我，担当我的罪。但是，咱更较深的体会是，伫每一日的生活中间，伊陪伴我，引带我，互我愈来愈得到改变，互我袂阁陷落伫自欺欺人款。有当时是来骗家己啊，做一寡代志，角色甲真的我的中间，点咧从袂清楚。有当时有一寡软弱，有当时讲话伤紧去伤害着人。等等，这事，耶稣基督的听来改变咱，这是伊是主的原因。这是为什么天使安尼讲是主基督，佫是一个拯救的。所以那安尼，这个马祖甲十字架就要甲我真有关系咯。一个基督的门徒，也是一个领受福音的人，经历到天父上帝时常甲我同在，伊的主爱永远伫地。所以，我认伊做主。耶稣细汉的时阵，踮咧木厂的家庭，人就定定想讲，伊可能细汉咯，因老爸踮咧咧做木工的时候，踮咧涂骹嘛，踮咧也迄个笔踮咧画吼，好咱做心款型啊，踮咧遐，哈，老师佫足厉害，甲即个囡仔头壳佫改画一个，表示讲吼，伊甲其他的囡仔无共。不过，伊犹原共款，老母。妈妈给他教导，但是爸爸妈妈更需要给他榜样，爱好一个模范，通好学习。所以，伊真做咱的主，为什么？伊到尾也互学生犹原共款。耶稣踮咧路行，带这12个学生四过，甲因讲上帝国的道理。什么是上帝国？什么是上帝掌权？所以，伊做一个模样互因看，伊跪落来捧水替因洗骹。吸引我的是这项，吸引我的毋是拯救人尔，吸引我的是这项。我想无，我嘛无法度做到这款，竟然跪落去捧水，为着学生安尼洗骹，伊成做我的主，吸引我来行。所以耶稣基督互咱一个模样。咱踮咧家庭、踮咧社区、踮咧咱所经营的事业中间，咱嘛期待求主帮助咱，互咱有教师，咱就需要教师，但是咱嘛需要模样，有一个榜样，咱嘛会当诚做别人的影响。所以拄仔咱所读的这段经文，再讲就爱抓耶稣基督的心做心，现代的翻译叫做用耶稣基督做咱的模样。以耶稣基督为我的榜样，你若要看人学吼，拢会失望，拢有困难。更较水、更较熟练、更较美德的人，拢有伊的软弱。2000多年前，希腊的哲学家就讲，每一项美德的背后都有一个撒旦。2000多年前，希腊的哲学家伊就讲，伊讲你看一个人足忠心的，你看一个人足温柔的，你看一个人足有疼心的，对，真好。但是每一项水的德行的背后，拢有一个撒旦。
伊要讲的，毋是咧讲叫你好定人水的品行，毋是有影有遮水的品行，毋过爱会记住，咱拢是有限软弱的人，所以要学习的，毋是遮的人难听，咱来学习遮的人无毋对，但是更较要紧，伫学习遮的人背后，耶稣基督所福音迄款的模范。所以咱一方面看人，有真侪人互咱学习。我看到抄写金句遐个，迄落同工遐尼啊认真的抄写金句吼，我早起起来我就想讲，除了迄个青美长老所准备，教育部准备一个红包要送因哦，红罗啊内面无钱哦，红包要送因以外，我嘛想讲，我实在足想要送遮按年头到年尾咧抄金句，遮同伴，足想要甲因感谢。毋是肯定啊，是感谢遐忠心伫咧抄金句即项，用耶稣基督做伊的模范，这是咱踮咧圣诞节真要紧的功课。咱看到人，毋免想讲要亲像伊，毋过伊所做的事，你会当伫今仔日想讲，我会当做啥？即3礼拜前内底，12月初四，铁主即个医生38岁时阵参加一个和平的组织，所以去伫阿富汗去遐做医生。一般即款国际组织，互你做义工，袂用伤久。伊惊你陷在其中啊，袂用插人的政治，袂用插人的风俗习惯，袂用去讲恁即款的习惯毋好，袂用对不？做一个医生去做义工，华人体就你的专业，就是去帮助因做治疗。所以因同长3年、5年、8年，阮当爱调。袂用互你踮一个所在伤久，伊踮伫阿富汗35年。这个和平组织、无国界组织，伊毋是无国界组织，伊是另外一个和平组织。即款的组织中间同久长的，为什么呢？伊踮遐毋若干医病，看过遐尼侪沙漠的所在，伊阁去学习，然后甲百姓做阵做灌溉的渠道。互沙漠变做会当种物件的所在做真侪医生以外，伊感觉趣味，毋是趣味尔，因为耶稣竟然屈落来捧水甲学生洗骹。那呢，我会当甲遮个我服侍医病的对象，我做甚物？结果不得好死啊！12月初四，伊甲伊的同伴6个人坐在一台免的中间，要出去，阁要去看迄个灌溉渠带，去互人提枪，6个拢死。当然中间包括伊。伊踮咧阿富汗有摕到阿富汗的荣誉公民。当伊死去了，因太太过顶讲，甲查某囝就紧去阿富汗。因太太讲，伊甲我讲，伊不过是尽伊的本分尔。伊30几年遐休困，等于日本伊讲，我不过是尽我的本分，把握今仔日。我根本就毋知影我头前未来哪会行35年在遮。我不过是一工一工尽我的本分，安尼，互我的专业得到造福人类的帮助。当伊的棺木要离开阿富汗的时阵，阿富汗的总统亲自来举这个棺木送到飞行机顶，然后送转去12月初8送转来甲按杜拜转机送转来甲日本。咱毋是要讲我要亲像安尼，毋过咱每一个人拢有耶稣基督所予咱的一个模样，给你的榜样。可能就是迄个灶骹，可能就是恁兜的客厅，可能是你头前去条巷啊，可能是伫倒位。是你的专业，伫你的事业的中间，你安怎行做这个事业是耶稣基督做主？伊讲我不过是干那尽我的本分安尼来点。这个医生73岁安休，38岁去阿富汗到73岁。顶礼拜圣会传道有甲咱介绍的，这是 Time Magazine 按1927年。到即马70几年中间，逐年拢会互大家选出一个叫风云人物。这第一摆才少年16岁就去用叫做几年中间最风云的人物。他每个人咧拢风云人物的时阵，无表示讲拢好人啦，就是讲伊迄年中间引起世界足大的注目，包括希特勒嘛，拜是他每个人的风云人物。邓小平嘛，拜是这每个人的这风云人物。2019年选伊为虾米？2018年，伊坐伫咧教室的门口，一个人边仔弄一个牌因为老师甲讲，若照即款的进度落去
到2030吼，咱世界水都安怎冰山都无去啊吼！等等讲安尼，我读册要创啥？我读了未开始做代志，我就死啊咧！我即马15岁、14岁，我阁读10年变24，讲水都安尼，我创啥？所以就这个教室头前抗议，讲即个气候climate 这是爱去注意啊！恁个大人怎么安尼？第一讲一个，第二讲一个同学陪伊坐，阁过一礼拜有8个陪伊坐，到尾啊，咱知影到今年几落个城市150万个学生伫因家己个所在上课的老师继续上课，但是因踮咧教室外口讲，请甲阮的将来献互阮，把我们的将来还给我们，把我们的明天还给我们。所以，看每个人该选一项，互人类来思考。天父上帝创造这个水的世界，地球，咱今仔日到底想啥？想看卖，今仔日我会当做啥？按今仔日你免想35年后变什么款，唔免讲想讲5年后变怎，但是今仔日我会当做啥？这个查某囡仔甲迄个73岁的医生无共款，73岁的医生已经行了伊一生啊，这个查某囡仔可能才开始哦，对不？2018伊这个信念落去了。咱唔知伊将来安怎，但是伊知影我今仔日爱做什么。今仔日，你今天我可以学习耶稣的榜样，做什么吗？小耶稣在地上画图的时候，伊根本就唔知伊30几岁就要定十字架哦，对吧？伊踮遐话多时，我想伊也唔知影讲30，但是伊知影我这个时阵爱对我的爸爸做好的目像。这个人伊就讲莫叫伊的名，你若踮咧顶头看会到。但是伊叫做杨右任，于右任的那个右任，杨右任。伊爱佚佗放荡的囡仔，毋过上帝真奇妙，伫18岁，互碰到一个牧师，到20几岁时阵，熟悉一个查某囡仔，哎哟，迄个查某囡仔竟然也是牧师的查某囝，加拿大人，结婚了。有一天，伊个丈人甲讲因逐摆去非洲宣教的时阵哦，迄个卡邦 case 内面哦，行李箱吼。同大29寸的内面，看应该堆10几箱话那尔。捌去过缅甸的无？缅甸短宣捌去过泰北无？恁去的时阵，你的行李内面堆啥？本来讲会用32公斤吼，有25公斤拢是衫啦，也是伊迄边的儿童的教材啦，儿童主的教材，咱去拢是安尼。物件摕落，咱家己的衫、化妆品尽量少，尽量少，箱仔就是摕去遐要互因的。迄个丈人甲伊讲，即个加拿大的牧师甲讲，阮逐摆去一个箱啊，敢若用堆10几箱话，讲你堆话要创啥？原来啊，伫咧肯亚、乌干达因遐边界山顶，山顶头有一款跳蚤、加蚤，叫做沙蚤，就是咧沙漠中间有诶。啊，这骹所以因的骹拢足高诶，比咱的话搁较高。问题是伫遮，即个所在安怎？即个所在就软弱诶，加蚤小可加着，开始就烂。烂了，这个人到尾爱截肢。踮咧非洲1万个无2个人会当截肢，为虾米？截肢爱偌济钱，无健保，所以当开始安加，因就知影讲，因会比人较紧死。非洲平均年龄为什么49.5岁？无人70-80岁吗？就是真侪人婴仔出世就过身，有个人用30年7-8岁、10多岁就过身。所以讲，你的句话，你句的话会当来救命、救邪、救命。这个协会叫做国际基督协会，伊甲基督这2字造出来，甲基督这2字直接拍出来哈。所以伫遐尾啊，你看迄个志工要教因穿话，以前都爱先甲因的骹水好清气，用刀片甲因的骹下骹尽量会让下掉的下掉，因为迄骹太高啊吼。下条啊，怎么挖以后啊，怎么画啊，一箱一箱啊，毋若画哦，你看左上角是咱收集的画，啊，怎么伊遐大还个免怎洗清气，还个画高整哈，啊，像啊来画拢好势较清。所以这几年来伫迄个所在，因听讲有一个所在叫台湾，我毋知伫倒，但是跟我这有关系。咱旧的画伫遐已经超过70万箱啊，当然有的已经过去前几年就搁歹去啊嘛，前几年就搁歹。这个杨勇讲，我嘛毋知影要做啥物，但他知影今仔日要安怎做。我毋知影过来要做啥。旧的以外，货柜送过去，
这个货柜公司讲，你送去哦，你货柜卖给我摕回来，为什么？没有货啦。我们跟他们那边根本没有贸易交易，你空的回来，我加了钱，你货柜我送你，连货柜拢卖，伊就把货柜一个一个甲变做高色。哦，40尺的货柜，高色的当弄甲真好势，甲弄甲像乌古井冲高色，啊，然后同样紧，互因有话通穿，无阁受到家造会去个伤害。安尼救伊的命哦，毋是干那救这条骹。这个人伊跟离教会，伊讲我嘛毋知我即摆咧做啥，我干那知影讲来哦，咱会当做就是今仔日咱到底安怎学习耶稣基督的模范。所以上落尾先知在甲咱讲，有一个囝想事为着我出世，为着你出世，是要想事我。夜头3尺有神明，台湾人安尼相信。问题是，这个神明甲我敢有关系？伊做伊的，我照时来甲拜了，你莫插我。基督教信仰毋是安尼想，基督教信仰领受的是夜头3尺有神明，是我的天父。所以伊行一条奇妙的事，行一件奇妙的事来到咱的中间。所以咱讲叫做奇妙的无私，全能的上帝。永远甲我同在的爸，搁啥？沙龙享受我平安的王。这4项，你今仔日经验到就强。你经验到吗？你跟人家说 Merry Christmas 的时候，你有没有经验到那个 Merry 那个 Happy？ 我非常的欢喜喜乐，多一项是你同经验到的。这段时间你同需要都是大，你需要像一个模式测试一样。counselor 带你协谈帮助你，互你有智慧。啊，是你需要伊的同在，我感觉真孤单。虽然逐工碰到足侪人，但是我逐摆暗时我就感觉足孤单，无人陪伴我。你有经验到这个永远伫地爸无？所以这个无私，伊经历过咱所有的艰苦，所以伊会晓体贴。毋是干那甲咱责备，伊知影体贴咱，亲像希伯来人书所讲。伊互咱的软弱有限做袂到的部分，伊来体贴咱。这个无私帮助咱，全能的上帝伫个空的坟墓，过这项事，互咱看到，连死伊都赢过。安尼我无啥物反通惊，我会破病，我会软弱，我会做毋对。啊，毋过伊要改变我，因为连死伊都会改变做国我。啊，那安尼我的生命中间其他的代志，伊拢改变会来。伊的专能伫这个所在，困破3领笑，边仔的心情无一定掠会着，吼！恁有人翁仔某斗阵结婚金婚啊无？有啊，对无？你已经选招婚啊，选招婚都2个斗阵60年耶，啊，2个在一起60年，我们真的是以这样好像叫选招啊。但是呢，有缘共款会体会。还是天父上帝、天父上帝，伊拍开双手，来等我倒转去，还是讲我逐日每一天都会经历到跟他的亲密，伊带我平静安稳的快乐。Shalom， 毋是咧讲个无代志地下点样等。基督徒领受洗礼，毋是咧等咧上天堂。基督徒领受洗礼，真做上帝囝儿，要经验到每一日拢有 Shalom， 拢有平安。有安稳自在的力量，充满伫你，互你常常喜乐，带着愿望、坚定的信心，经验着上帝的疼。这是咱讲耶稣基督降生要紧的功课。所以为什么咱讲道成肉体，通互咱每一个基督囝儿亲像一个垃圾。不管环境安怎，不管我软弱偌济，但是你爱记得哦。上帝拢伫你的生命中间放一个激光，伊照出来，会互遐个软弱的黑暗的所在，人目睭会金，人目睭会金。这是圣诞节对咱同样的意义。求主帮助。拄仔咧讲到，这个婴仔为着我出世，这4方面，多一方面是你经验过，还是讲多一方面是你即马同需要，会当甲人分享，还是甲天父上帝讲。另外一方面，你敢有福音朋友？意思讲还未明白耶稣基督朋友，要安怎甲伊分享？你伫个这个所在所经验到
极水的功课，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这款的感谢是圣神帮助阮，所以我们求主你恩赐保守，互阮会当伫甲人讲 Merry Christmas 的时阵，主啊，真正是感谢耶稣基督为了阮出世，为了阮牺牲，为了阮国我，带互阮一个充满喜乐甲愿望新的人生。安尼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赞美，请圣乐队引带咱来做圣诞的赞美。欢喜欢喜，当心而乐，上帝应邀听无比。欢喜欢喜，伫主的面前，当心吟诗而乐，称上主至大公义。欢喜欢喜，光明的福气，我靠圣神，日日增盛。欢喜欢喜，吟诗无停，勇敢向前为得胜。欢喜欢喜，俄乐的声无停。欢喜欢喜，我主已经得胜。姊妹来吟。请兄弟来吟。同齐来学乐。同心来吟。天色多不清盈利，雷落敬拜当尊重，基督最难行。大声来学乐。眼光归观兄弟。兄弟，
老主眼更机关兄弟，眼更机关兄弟。圣诞暝，救主为咱来降生，咱就拍开心门，予伊来引带，搁要享受伊的疼。圣诞的心，圣诞的心，给予的心，不管世界如何转不停，转不停。圣诞的心，圣诞的心。耶和华有公义，有仁爱。我的嘴要讲出感谢的话，我的嘴要唱出俄乐的歌，我要倚靠伊，独独信伊。我
耶和华啊，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你，你的圣名也要称颂你。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并要歌颂尊荣你奇妙大爱。Say
将一切的上赞、尊贵、荣耀、爱戴，拢归予至悬、至大、至圣的天父上帝。伫至悬的所在，荣耀归伫上帝；地上和平归伫伊所欢喜的人。愿圣诞的平安临在伫咱每一个人的中间。领受主圣诞的平安，愿一切上赞归伫天理的父上帝，欢喜感谢，懊恼无煞。请用感恩的心来奉献。奉献的时，请吟奉献的诗歌。献做活祭。如果你今仔日是第一摆来到教会，抑阁无清楚奉献的意义，请你会当毋免做奉献。你心是的高万世。我主我的王，我罗你大尊名，奉献我罗的罪。耶稣，主耶稣，献我一生给你。耶稣，主耶稣，献我一生给你。我主，我真爱敬拜你，我心主心里应可。我特完全我可精进天后，我恩佑的你来临。我必不用你的眼更高稳定的靠我的你的名。耶稣，主耶稣，令我一生给你。请起立。这时，请咱来念今仔日咱所要念的金句，记载伫约翰福音第1章14节。我念一遍了后，请咱续接来念2遍。约翰福音第1章14节：道成肉体，徛起伫咱中间，有恩典甲真理满满。搁阮捌看见伊的荣光，亲像独生的囝对爸所得的荣光。三甲来读。约翰福音第1章14节。道成肉体，徛起伫咱中间，有恩典甲真理满满。搁阮捌看见伊的荣光，亲像独生的囝对爸所得的荣光。约翰福音第1章14节。道成肉体，徛起伫咱中间，有恩典甲真理满满。搁阮捌看见伊的荣光，亲像独生的囝对爸所得的荣光。
今仔日咱有侪侪新的朋友来到咱的中间，因为时間的關係，咱無一一來介紹。咱請今仔日新的朋友來到咱中間的，請起立，互阮來拍手歡迎你。Welcome to, from Korea Church. Yes. 好，請坐。咱是來關心教會聖工。兄弟姊妹平安，做回来关心本礼拜事工。今日中昼12點半，聖誕愛餐佇中山海霸王舉行，請要坐車的兄姐佇12點到士林國小坐車。你坐第幾道？請先去招待道看。今年聖誕活動的預算是33萬，請兄姐繼續帶道甲奉獻。12月24暗時8點，佇禮拜堂舉行平安夜頌讚。31日暗時8點，佇禮拜堂舉行年尾祈禱會，歡迎參加。迄禮拜祈禱會提早到同一日舉行。1月5日佇第2堂禮拜中舉行新任中職會長就任式。下晡1點，佇禮拜堂舉行影音同工培訓，請影音同工參加。另外，若有興趣的兄姐也歡迎參加。與京劇有約的活動，10月到12月有到11擺的兄姐，請到招待道領獎。1月3日早時9點半，台北中會雙年事工部佇艋舺教會召開會員大會，請要參加的兄姐佇12月25號進前來報名。12月28暗時6點，青年團契佇教會舉行年終聚餐，歡迎青年邀請新朋友報名參加。教育館的景觀工程甲內部設備裝潢的聯繫項目，囥佇招待道，歡迎兄姐聯繫。以下是教育館興建工程的進度，請帶道甲奉獻。成立組姊妹佇12月11安歇主懷，12月23早時8點佇二濱舉行告別禮拜。要參加的兄姐，迄日早時7點請到士林國小坐車。請繼續為身體欠安的兄弟姊妹代禱，願上帝安慰甲醫治。話着教會聖工啊，甲週報所寫的。咱也包括咱家己家庭、咱個人有要擺列的祈禱，所以這時請咱起立，開咱的心，也開咱的嘴，天頂的上帝會當獻上你家己的懇求。如果這個嬰仔真正是為了我出世，伊要帶予我生命什麼款的恩典甲真理，伊是奇妙的無私，伊是全能的上帝。是永遠甲我同在的老爸，伊閣是要享受我平安、安穩、自在的君王。咱開咱的心，佇主的面前來祈禱。親愛主耶穌，感謝你為着阮降生，佇聖誕節期做事工活動送禮物以外，阮閣較感謝聖神的保守阮，對心底深的所在來向你感恩，領受你所予阮的感動。閣一擺，予阮會當來想，你降生對阮每一個人，阮的家庭所帶來的恩典。願聖神幫贊感動我，
互阮来当找机会，甲四周围的人分享你降生的好消息，将这款感动放伫阮心灵诚实敬拜中间，恳求你的慈爱，你的怜悯，拢无离开阮。愿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音上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今次说，请牧师祝祷。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显明阮的慈悲，天父上帝小事多好，听咱亲像兄弟，听咱亲像兄弟，先心愿意，甲咱感动，听见咱心内，三位一体，甲咱相通，只是到万世代，只是到万世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扶持、安慰、医治，甲恁大家三合之地，对即时直到主国来，阿门。请坐，默祷平安散会。